姊妹大家平安。关系台北的这个广州的信息咱伫2018年的时阵，捌讲过一个系列叫做勇敢系列。咱有用台北的故事进行4个主题。第一个是勇敢面对挑战，就是台北安怎面对这个歌利亚的这个挑战。第二讲就是勇敢接受试探。台北有机会开始追杀伊的扫罗，但是伊无接受这个试探。第三讲就是勇敢突破困境。台北受扫罗迫害，拄着一个真大的困境。伊安怎去面对？第四讲是勇敢承认失败，就是台北登基做王了后，伊竟然犯了真大的罪。伊甲拔示巴发生了婚外情等这个代志，伊安怎去伫拿单的帮战下面，伊安怎去承认伊的失败？大家会当去网络顶面看这4个系列。咱今日要继续对这个台北犯错了后，伊面对人生的一个忧伤的代志。借着安尼，咱来学习真重要的生命功课。免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互阮会当精心调整阮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帮助阮，互阮有智慧去明白你的话语，也照你的话语去行，互阮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的人生是充满真侪上帝的恩典，人生中间有真侪快乐的代志，是丰富美好的。但总是咱袂当忽略讲生命中间，确实有一寡互咱感觉忧伤、悲伤的代志。咱每一个人应该拢捌经历过哀伤。生命中间有真侪代志，咱无法度完全掌握。所以咱看诗篇第90篇这根据传统，这是摩西所写，伊安尼写讲：咱一生的年日不过是7十，勇壮的通到8十，但是所得的只是劳苦忧愁，生命转眼消失，咱拢要成做过去。所以这些人伊去观察人的生命，我觉咱人的生命中间伊讲台语的圣经讲，会通夸口不过是劳苦忧愁啦。伊讲生命中间有充满这个代志。当然，咱的生命有快乐，但总是有忧伤的时阵。特别是生命真紧就过去，1万年就过去，有一天咱拢会成做过去。所以，咱的生命中间咱若真认真去观察，咱会了解讲，生命中间差不多无一项代志会永远陪伴你。所以我有时会讲生笑讲我除了腹肚内底油会永远陪伴我以外其他无一件代志会永远陪着我。咱的人生会经历失落的过程，会经历忧伤的过程。可能一个意外发生，伊就带走一寡对咱来讲真重要的代志。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这件代志，这毋是讲会发生未发生的代志，这是当时要发生的代志。而且当时要发生，咱嘛无了解。我记得母亲甲母亲阮2个囡仔细汉的时阵其实阮迄大汉的是较无法度受控制常常会带互阮一寡意外有一天伊突然间对学校转来载2只迄个细只，迄个叫三线鼠啦2只鸟鼠载转来讲，伊甲因同学做伙买一人买一只，即摆要放伫厝里。我讲即要安怎饲？伊讲爸爸，你去买一个人内底伫内底我来去买一寡饲料来饲我都
收逼无法度啦吼，倒我去买一个人啊，买一寡饲料来饲即两只，佮去研究安怎饲。迄个时阵木星甲木麒就逐工拢甲即两只鸟鼠佚佗咧观察因长大诶情形但是咱知影这鸟鼠会寿命就差不多2-3冬尔所以因饲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我就发现其中有一只就拢无啥咧动佫有一天看到迄只伫遐咧窜咧，我就心肝就想讲这早晚的再见迄个时阵木麒在小学6年级学期差不多学期中啦伊看伊就知影讲这只鸟鼠伫要死哇！我毋捌看过伊遐尼敬虔过啦逐工跪咧祈祷讲求上帝莫互死甚至我祈祷到流目屎到尾伊拢讲无上帝至少等我毕业典礼了后即只较死啦真正毕业典礼迄天死阮阁来举行一个个别礼拜待伫外口草埔内底你咧照顾即两只鸟鼠咱咧照顾家己的亲人同款所以彼此中间有迄个感情，但是因为有感情，今仔日要离开的时阵，真艰苦这就是咱人生的缩影。咱人生中间一定会经历真济生离死别的痛苦，是一寡咱无法度理解的困境。这就是咱的人生，每一项拢爱面对。今仔日经文是描述大笔生命中间这件遗憾的代志。伊甲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囝死，大笔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发生这件代志的时阵，是伊人生的上界高峰的时阵。伊掌管整个国家，有真大的权力，但是伊无法度挽回伊的囝的生命，伊有缘失去这个囡仔。所以咱要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安怎面对咱人生中间的悲伤。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咱看见着大笔的表现。伫失去囝进前，咱看见着圣经记载讲，大笔祈求上帝，互伊的囡仔会当好起来。所以伊禁食，每一天暗时入去家己的房间，就倒伫涂骹，然后咧服侍伊的老萝卜，靠劝伊起来，伊嘛无要起来，也无要甲因做伙食饭，袂食袂困安尼啦。结果经过一礼拜了，这个囡仔死。大笔的萝卜毋敢拿这个消息甲大笔讲，因为因恐惊讲因都讲，这囡仔要活的时阵阮连讲话伊都无肯回答。咱即摆若互伊知影这个消息哇，伊可能会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但是大笔是聪明人伊看见着伊的萝卜伫遐。滴滴嘟嘟咧讲话的时阵，伊就知影讲这个囡仔已经死。就大问讲囡仔敢死啊？伊讲是囡仔已经死。这时阵出乎因的意料之外，大笔就对涂骹起来，去洗身躯、洗头、换衫，然后去上帝面前去敬拜上帝。当伊回皇宫的时阵，伊就吩咐因准备食物。就开始食。伊的萝卜真意外，就问伊讲：阮真无明白，囡仔要活的时阵，你为伊禁食哀哭，囡仔一死，你竟然阮若想讲你会愈来愈悲伤，无想到你竟然搁啉搁食。大笔就安尼对因讲是啊，囡仔活的时阵我禁食哀哭，因为我咧想讲，上帝可能会怜悯我，无互囡仔死。即摆囡仔已经死我为什么会禁食？我靠迄个能力，互囡仔搁活过来。伊讲有一天我要去伊遐，但是永远无可能转来我遮。咱今日要对大笔安怎去面对伊失去这个囝的哀伤，来学习安怎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悲伤。我拄则讲过
咱生命中间的悲伤是无法度避免，啊，你嘛无法度计划，伊可能突然间就来到，啊，咱先做好准备，来面对，看圣经的教是安怎，当然牧师知影吼，要对悲伤的过程中间行出来吼，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需要一个过程。但是今仔日的圣经，互咱几个提醒，咱会当来学习。首先吼，咱若要拒绝悲伤吼，持续去攻击咱吼，咱毋是袂当悲伤，但是悲伤若全然占领咱吼，咱的生命就真艰苦吼。咱若要拒绝即个悲伤一直咧攻击咱吼，咱第一项爱做的就是，咱来接受即个袂当改变的事实啊。就亲像拄则经文中间，大必坦然接受囡仔死去、死亡的事实相款。咱知影有真侪人吼，伊拄着困境、拄着意外、拄着不幸的代志，伊真紧会产生一种否定的态度，伊会否定、拒绝相信这代志，甚至这个时阵会将信仰吼看作一种麻醉剂。比如讲，有个人厝里的人患了重病，有个人无要承认，甚至吼，我知影有一寡人吼，我有一个朋友就讲吼，你敢知影？伊就对我讲吼，你敢知影吼？迄个为虾米考试会无及格？我就问讲为虾米？伊讲因为这人去考试啦，所以吼，伊讲吼，伊拢无咧健康检查，因为吼。为什么破病？就是因为健康检查，这就是一种无健康的做法，有一寡人家庭中间有人患了重病，你袂当讲伊无破病，我无相信，这毋是叫做信心啦，这叫做欺骗家己啊。比如讲我拄则举迄个咧，你上爱的三线鼠死去，你袂当讲我靠主的名宣告伊无死。无可能，这毋是信心嘛？信心毋是拒绝事实，真正的信心，信心毋是讲假做你无问题，真正的信心是你爱知影讲，我虽然有问题，我虽然会暂时艰苦，但是我无要灰心，因为我相信上帝伫任何情形下面，拢甲我三甲地地，拢甲我同在，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你要认捌事实啊！所以，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拄着悲伤的代志的时阵，咱要领受真实的平安，就是爱接受这个事实。咱爱亲像这尼泊尔祈祷说讲，讲愿上帝赏赐我平静，接受我无法度改变的事实。愿上帝赏赐我勇气，互我会当去改变我会当改变的代志。求上帝赏赐我智慧，互我会当分辨什么是我会当改变的。什么是我袂当改变的？这咱应该爱做这款的祈祷。当咱拄着一件代志的时阵，咱用平静的心去接受这无法度改变的代志。我想大家应该拢已经知影，阮牧师娘伫前一段时间一直咧治疗的中间啦因为阮伫去年3月份发现有身体内底有癌症所以3月份做手术，然后做化疗，然后做电疗。这整个过程中间其实我看无算是受真侪肉体的苦痛但是阮知影这件代志了阮其实阮就是面对这个事实然后接受正常应该爱接受的治疗。而且伫治疗的过程中间，我有观察一点，我发觉讲，我牧师娘是用真乐观的心去看。面对伊家己的病情，我甲大家分享几张相片啊第一张相片这是伊去做放射线治疗咱在放射线治疗爱做一个迄个模型就是爱来定位嘛伊就是伊爱倒伫这个模型顶面，伊手摕迄个物件倒伫遐伊就袂动安尼咱做应该5-6分钟的这个放射线的治疗，逐工拢爱做爱做30届伊这是应该是做上尾一届去翕的伊若亲像咧去冲浪的人摕一张这冲浪板要去冲浪
个第二点吼，因为吼化疗拢会到头毛嘛吼，啊，所以我就来剃头吼。大家唔知影我会剃头啊吼，我真正会剃头吼，头剃哦光吼。啊，这种是吼，伊的毛还没有长齐渐长了吼。伊叫我来翕一张哦，拄啊有人，阮兜有奇异果吼，我来搭伫遐吼，那亲像奇异果相共吼。伫这过程中间吼，我虽然去面对这个困境，但是我相信这个困境袂拍倒阮，因为阮有上帝甲阮三甲伫地。因为有上帝甲阮三甲伫地，无论情形会变做安怎，阮拢会当面对伊。所以心灵属性吼，这是非常重要。咱已经面对这款的困难，咱毋通否定伊，咱就是面对伊。咱才会当超越这款的挑战。第二项，除了接受事实以外，吼，咱嘛爱接受安慰啊。咱看见着，大比知影伊的囝死了后，死去了后，伊做一件代志，伊起来吼洗身躯、洗头、换衫了，伊做一件代志啥？伊去敬拜上帝，伊去接受上帝的安慰，去亲近上帝。相反，咱伫悲伤中间吼，咱嘛爱敲找来自上帝甲人的安慰。当咱面对悲伤的时阵，也是讲咱失去某一寡对咱生命真重要的代志。一般的人吼，咱天然的倾向就是安那眯起来，吼，咱望眯起来，暂时别人来搅了。咱会起一座围墙，起一个城堡，秘伫内底。但是，无需互大家了解，这可能一段时间会使，你袂当久长安尼做，因为你这个时阵，你需要别人来安慰你，你需要上帝安慰你，你需要进入一个支持的群体中间。圣经安尼讲，讲爱彼此分摊，这就成全基督的命令。基督的命令是啥？就是爱彼此相听嘛。今日咱会当有教会生活，这是上帝一个真大的祝福。教会生活要安怎？互咱伫这教会中间会当彼此相听。拄着有人有悲伤的代志的时阵，咱就互相带导，彼此安慰，安尼就成全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因为上帝知影咱人的软弱。所以，伊设立教会，互咱伫教会中间，能得到这款的支持。所以，咱伫悲伤的时阵吼，咱就应该爱进入这个支持的团体，得到别人的关心。所以，当咱面临生命中间的悲伤的阶段的时阵吼，咱来理解，咱进入这个支持的团体，咱毋是简单得到别人的扶持吼，咱更较需要别人的观点来看代志。有时阵吼。咱拄着痛苦，互咱的眼光真矮小，吼，互咱看的代志吼真矮小。你需要别人互你一寡建议，互你看到代志的全貌。所以你要理解。我伫教会的时阵，阮老爸过身去，我迄阵我感觉讲我是全世界上可怜的人，因为阮全班50几个人，连我一个无老爸。迄阵我是感觉我非常可怜啊！无想到阮老爸过身无偌久了吼，蒋介石过身，吼，我迄阵才知影讲哦，蒋总统伟大的蒋总统吼，因老爸有来过身啊，吼。后来我才知影讲，有一世界有一个所在叫做孤儿院，内底囡仔不只无老爸，佫无老母。后来我较大汉了，我较知影讲，有个人有老爸吼，比我无老爸更较可怜。所以有时阵吼，咱伫迄个痛苦的中间吼，咱的眼界会非常矮小，以到咱无法度看见更较广阔的世界。所以你需要加入一个支持的团体，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观点，会当帮助咱扩大咱的眼光，互咱会当真实明白
这代志对咱的意义。我伫我的老母过身的时阵吼，我是非常非常伤心啊！哦，大家应该知影迄个过程，我过去捌讲过吼。迄有拄好离开台南，啊，叫无想到老母就突然间过身去。啊，所以阮三个，我两个小妹，一个对美国，一个对台北，等于阮组织伫遐时阵，阮非常艰苦。哦，老母最后一句话拢无交代。啊，这时阵吼，上帝有差遣真侪天使来关心阮，吼，特别是阮的牧师吼，就是阮老母的牧师，啊，也是我的牧师孙牧师来探访阮。伊甲阮分享真侪阮老母过去捌甲伊讲过的话，互阮明白讲，阮老母是遐尼疼，为着即个家庭付出遐尼济。我明白讲，虽然阮老母已经过往，但是迄个死亡无法度隔离伊对阮的疼。阮应该爱将即款的疼延续落去。所以有时咱伫迄个痛苦的中间的时阵，你若拒绝外界的安慰，还是讲帮衬，咱的眼界会哪来哪细？但是如果你若拍开你的心，接受别人的安慰，别人的帮衬，咱会当一步一步行出迄个悲伤。所以牧师期待你爱有团契的生活，你爱有小组的生活。伫小组中间，咱能去帮衬悲伤的人。啊，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别人嘛会当帮衬咱。啊，这是牧师的一个期待。第三项，要安怎行出悲伤吼？有一件代志咱会当做。咱要知影吼，每一件代志伫失去的过程中间，一定会留落一寡代志，留落一寡分量。伫拄则经文中间，咱看见着代表失去伊的囝，但是伊嘛透过即个无好的经验，明白家己的软弱，伊嘛透过即个经验去反省家己的错误，而且加深伊对上帝的信靠。所以，如果伫失去人生某一款物件的时阵，你永远迄个苦毒继续伫你的心中，安尼不断生长，啊，你是继续咧伤害家己，安尼这经历就无办法互你成长。啊，所以咱来理解，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讲万事互相效力。万事是啥物？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嘛，包含好事，包含歹事。毋是好事才会当对咱生命有利益，歹事嘛会，因为听上帝的人会当伫即个任何代志中间去看出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伊所带来的稳定。所以无论是好事歹事，对咱来讲拢有意义。如果咱若袂当对所有的代志顶面去看出即个经历要互咱带来的启示，咱就无法度对这个经历中间得到成长，啊，这个代志就变得空空。但是听上帝的人，伊明白上帝伫这个过程中间掌权，伊就会当看出迄个所有代志对咱的意义。有一寡人可能做生意暂时失败，但是伫失去的过程中间，伊就学一寡代志，后一遍伊就袂犯相款的错误，成做未来成功的一个帮衬。咱有时可能失去咱的亲人，但是咱要明白，死亡无法度夺走所有的代志。亲像我拄则所讲的见证，我老母离开阮，但是伊留落来听，深深影响着阮。死亡无法度隔绝咱中间捌曾经发生的疼。伫失去的过程中间，咱也会当得到一寡代志。第四项，要行出悲伤，互咱一个上界大的启示，就是讲，咱除了接受事实，去检查失去的过程中间，这件代志非常重要，就是咱有缘爱为着咱这个时刻拥有的来感恩。咱知影。圣经中间记载讲，上帝后来阁使大卫甲拔示巴另外一个囡仔，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有一个名叫做亚底亚，意思就是讲上帝所疼痛。咱看记着所罗门后来接续大卫做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失去某一寡代志的时阵，咱来去检视咱的生命中间，咱阁有啥物？有个人失去老爸，但是伊还阁有老母；有人失去先生，但是伊还阁有儿女。你讲我啥物拢无，但至少咱还阁有上帝。咱检查有一款的经验，当咱拥有某一寡代志的时阵，咱毋知影伊的宝贵，袂晓去珍惜。一直到咱失去这代志的时阵，咱才知影哦，这人、这代志、这物件对咱的重要性。迄个时阵后悔都已经袂赴啊。所以，咱伫失去一件代志的时阵，咱都爱紧把握咱即马拥有的代志。所以，牧师每一遍伫个别式的时阵吼，我无论是请我祈祷，还是请我讲位事，或者是请我讲道，我拢会讲一句，讲咱来珍惜咱的机会，互咱的亲人更较相亲，朋友更较相听。咱应该伫失去了后，更加珍惜咱现主时所拥有的一切物件，毋通听候失去的时，咱才来怨叹。最后一项也是上界重要。这是咱有，但是大卫无的福分。大卫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就讲伊最后讲，我有一天要去伊遐对无吼，要去因囝遐，伊永远无法度倒来到遮。伊知影有一天会安尼，但是伊毋知迄条道路要安怎行。咱今仔比较幸运，因为咱有耶稣，耶稣的已经替咱备办好这条道路。因为耶稣捌安尼讲。我相信因永远的活命，因无抵到死亡。无论什么人，拢袂当对我的手中将因夺走。如果咱若将咱的愿望起做伫即款应允顶面，起做伫即款永远袂摇动的石盘顶面，咱就会当明白，咱是我尔有愿望的人。咱若认捌耶稣，得到耶稣，咱最后也要得到一切。生命中间有太侪咱无法度理解的困难。如果若无耶稣，咱的愿望伫倒了。所以咱来学习啊，将一切交予伊，专心祷告。圣经安尼应允讲，信靠上帝的人，那亲像锡安山，永远徛立坚定袂摇动。什么叫做祷告伊？我说举一个互恁知，咱即摆拢坐会着无？我相信吼，咱教会椅仔拢真稳嘛吼，所以每一人你只要完全靠迄个椅仔，伊就当把咱支撑住。所以我相信咱即摆无任何一个人吼，坐咧去出力咧维持迄个姿势无嘛，咱拢是放心，完全拢靠这椅仔把咱支撑嘛。这就是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无用家己的力量，无靠家己的力量，靠上帝的力量。上帝就是遐尼稳固，互你会当放心将你的生命交托互伊，爱专心祷告，然后咱来愿意接受上帝的引传，听上帝的指示。咱伫悲伤的过程中间，咱来当听上帝咱指示，一步一步行出来，行出迄个悲伤，互咱的生命就坚强起来。有一天，咱也会当用咱的生命去祝福别人。亲爱兄弟姊妹，我相信伫咱生命中间，咱所拄着的艰苦，如果咱会当经历，咱会当接受别人甲上帝互咱的安慰，对这个过程中间坚强起来的时阵，这会成做一种力量。当咱看到别人甲咱有同款的经验的时阵，咱就来帮助伊。会带予别人真大真大的祝福。那安尼，咱这个教会这个团体，如果每一人拢愿意安尼做，成全上帝主耶稣基督予咱的命令，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牧师特别要来替咱中间，如果你若
即马拄好有拄着忧伤的代志、困苦的代志的人来祈祷，求圣神这个时阵亲自安慰咱、保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来激励阮。阮面对人生的苦痛，阮毋惊吓，因为阮知有主伫阮的身边保护阮。主啊，阮愿意将阮本身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引带保守看顾。特别是阮中间如果有拄着困境，迄种差不多阮无法度面对、无法度超越的困境，主，这个时刻你差遣圣神帮助因，互因会当坚定对你的信心，伫你引带保护下面，互因行过死荫的山谷，到你为因陪伴，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主啊，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也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领受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